台記的大醫烏水溝團旗今來到校園，來到文化大學舉辦台記大醫比賽，攏總有120位的同學參加。因為過程攏愛用台記來耍，也讓一寡同學感覺是真趣味、真特別。尤其是同學熟悉遐尼久啊，竟然唔知對方會曉講台記。什麼啊？文化大學的同學當咧耍全台記的導遊烏水溝團旗，這道的同學真趣味，因熟悉足久啊，說是第一屆和對方講台記。這是我第一屆甲同學講台記，平常攏是用國語咧講，講起來淡薄仔硬拗。這是遊戲公司開發的台記倒仔耍，由地新講做主角，規套導遊攏是全台文和羅馬拼音，袂曉講台記的卡片頂面冇 QR code，會當聽台記解說。推出了後，頭屆佇咧校園舉辦台記導遊比賽，攏總有120位同學參加，地點就佇咧文化大學。台北人講台語的機會較少啦，像我就久無講台語啊，用這個機會可以跟學生多講一下。120名的參賽者會來跟大家透過台語的方式來做一個桌遊比賽。4個人一組咧比賽，因4個無想到講對方的台語會這麼好，過程中佫出現 Q 口差，嘛有來自中華的學生真感動。伊講離開中華來台北讀冊了後，真久無講台語啊，這應該是伊人生第一屆佇咧台北講台語。這是第一屆佇咧台北講台語嗎？是，因為佇遮大家攏講國語啊，平常時攏聽無到台語啊，即擺聽到台語就感覺足親切。大家攏來自無共所在，有聽到中華人的台語嘛，有聽到台中人的台語。我三重部的，所以聽到南部的台語，就是足趣味。對。有緣講到做會議，這寡同學也講好，未來因4個人見面要用台語來拍納涼。老師講，這也顯示，唔是少年家袂曉講台語，是無意識、無機會、無環境講爾爾。記者陳亞選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